地人在地前来到台中沙鹿的光明社区，几啊年前沿着中正路来整正百丛的结野樱、河丁樱甲山樱花。每一年若到春天的开花期，都有真侪游客来看花翕相。为着要来强化着观光的特色，当地区公所嘛第一届来举办幸福樱花节。 民众穿日本衫结 pose， 伫咧樱花树骹翕相。伫咧沙鹿公明社区的樱花大道，逐年春天拢有大批游客来翕相看樱花。为着要强化观光特色，当地公所决定要扩大活动规模，举办头一届的幸福樱花节。全台湾的好朋友，欢迎大家一起来赏樱哦！欢迎我们喜欢樱花的好朋友一起来到沙鹿公明赏樱。公明社区伫咧樱花专家的指导之下，这年来伫咧中正路顶悬种上百丛的樱花，包括隔野樱花。 河丁樱花，阁有山樱花，逐年春天拢有大批游客来赏花。不过今年受到气候影响，目前敢若开3成。不过民众也是真期待满开的时。这样子漫步在樱花林，觉得这个活动办得非常的好。社区嘛表示，若是刷落来气候稳定，花期按算会使到3月底。介意看花的民众，就要好好把握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